近年来，房价一直起，强调降价土地成本会当回馈予消费者的地上权买厝，敢若成为新选择。不过，议员黄家珍以平新野区现况一坪起到50万，不过买地上权设定50单位内，一坪变30万左右，看起来敢若减真济。不过，其实所有权也是伫建商，所以这期是差悬房价，并不是压价。要求地政局长甲民众讲好清楚。地上权现在号称30万左右，听起来少了20万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所有权，土地权仍然在资本手里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，您知道吗？对岸共产制度是没有所有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天到晚那么样子的看不起对岸的共产制度，我们现在的地上权的观念不是跟对岸一样的吗？到底是抑制房价还是提高房价？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面的如此火热，比较担心的。因为地上权它是一个有限的权能，而且一般的地上权设定的期限大概是50年，或者是50加20啊，这个可以再续20年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就要看契约的内容是详细是怎么约定的。好，那个年限呢，如果是50年的话，大概就会跟一般房屋的耐用年限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有人说地上权的住宅。应该是要比较便宜，那这个就是可以协助民众用比较低的一个成本来取得住宅。其实大家知影有土地才有生产力，才有法度报答增加财富。不过，王议员关心所有的地上权，嘛是要提醒消费者要清楚所买是拥有建物权状的建物，也是只有类似建物使用权的凭证，唔通互家己的权益受损。同时，强烈质疑也是建商资本家所炒出来买起。台湾新闻，阮是何超芳采访报道。